为着让少年翁仔某愿意生囡仔，市府社会局嘛推动社区公共托育家园计划，目前伫永安区第一间永保公共托育家园嘛正式启用。它的资格是先弱势族群，还有一些多胞的那个优先报名。那其他的有剩下名额，我们就以公开抽签的方式来做录取。永安区龙埔里活动中心的2楼，即马是公托家园的使用空间，希望会当减轻家长的负担。2楼有3间教室嘛，因为2间教室较闲置，所以即个社会局有讲要来做公托，你就咱的地方利用咱的活动中心会当充值的利用。永安区公所嘛表示，目前有要起第2间的规划，嘛希望会当提供更较侪名额来帮助新手的爸爸妈妈，让大家愿意生囡仔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